复阳学的矫正：一、韵美 r、a、e， 动心美 ba、pa、ba、ma、f、v。那个上一次那个我耳机好像录音不太好，我这次把耳机关掉，直接这个对着电脑录，不晓得会不会声音好一点。上次那个不是听不太清楚嘛？那今天呢，主要就是讲这3个韵母和6个不是5个，6个声母啊。那么我们先从韵母开始。第一个韵母啊，我们的无拼写成 r， 这个是为了方便那些如果会国际音标的，就可以看右边这个国际音标，就不用听我这个讲的乱七八糟的这个描述，是吧？我们这样写成一个拉丁字母 a 啊，它读作 r， 嘴巴张开，舌位居中，就是你不用管前面写的那么一大堆，你只要它知道它类似普通话的 r o e 那个 r。那比如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啊，这个字啊，哎，都是啊。然后第二个写成拉丁字母的 AE 啊，拉丁字母就英文读起来 AE 是吧？然后前面这个普通话里面没有这个音啊，它就类似英语 bed 里面这个 a 啊 a， 这个普通话里没有这个音，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多练习一下。比如说哀痛的哀啊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这样子，要说这个汉字这个字这个字啊，就是写成 ae 这个音，大家注意一下，因为普通话里面没有啊。第3个原因，这个写成一个英文字母的 i 啊，它的读法呢，大致就相当于普通话的一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e， 这个字一，这个字以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声母。第一个声母，这个写成一个英文字母的 p 啊。这个要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跟普通话里面有比较类似的音，但是普通话里面没有这个音，就有比较类似的音，所以最好不要搞混了。它是先双唇紧闭，阻塞气流，然后再突然打开释放啊，声带不震动，类似法语里面的这个 be 啊。或者呢，你可以类比一下普通话里面波泼摸的这个波，但是不是普通话这个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普通话这个波比较松啊，你会发现它比较松弛。这个呢，它类似法语的这个 be， 比普通话这个要紧多了啊。b 可以听到非常的紧。比如这个字爸这个字白这个字比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要跟普通话这个波区分。然后接下来这个拉丁字母写成 ph， 它非常简单，就是在前面的 b 基础上加上一个轻的气流啊，比普通话的这个坡要紧一点。普通话不是波跟坡吗？啊，我们的一个是 b， 一个是 p， 啊，比普通话要紧一点。比如这个字，爬，这个字，配，这个字，屁，啊，要注意，比较紧一点，就是在前面加上一个轻的气流。我们来辨析一下这两个 ，p，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拉丁字母写成一个字母 b 啊 ，b， 它是在前面这个 b 的基础上把喉咙
这个比较难描述，这个可能需要多加练习，把声带稍微放松一点，可能像就是讲悄悄话的时候，这样的一个声带的状态，就是你喉咙比较松弛，声带比较松弛的这么一个状态啊，所以它就会伴随一个浊气流，普通话的波加上浊气流，并且比它更紧，所以你不能拿普通话的音来套了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这个 b 加上一个浊的气流，来演示一下 b， 比如这个拔，这个别，这个比，啊，要注意，加上了浊气流。然后我们到下一个声母，这个写成一个拉丁字母 M 啊 M， 它就是双唇闭塞，阻塞气流，让它从鼻腔里面流出，让气流从鼻腔里流出，就是类似普通话的摸了啊，其实差不多，跟普通话的摸差不多。来练习一下这个字，马，这个字，咩，这个字，咪。好的，那接下来这个，这个普通话里又有是吧？类似普通话的 for 对吧？普通话叫 for， 这个声母，拉丁字母写成一个 f 啊，这个呢，它跟我们前面讲的3个韵母呢 ，r 和 a 它是不能拼的，它只能拼我们前面3个韵母中的一，这个比较有意思。比如说这个字 ，fi， 这个字 fi， 啊，要注意一下，它只能就是前面讲的3个韵母，它只能拼一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呢，普通话里又没有，但是英语里面有啊，在这个 f 的基础上面，声带振动啊，类似英语的 v， 它那个拉丁字母写成一个 v 啊。来看一下这个字 v， 这个字 v 啊，它是一个浊的声带振动。然后我们来练习一下前面讲的这几个声母跟韵母组合一下，八，呗，哔，啪，拍，噼，叭，呗，哔，妈，咩，咪，fi， v 啊，就是这样的6个声母加上3个韵母啊，我们这一次就讲那么一点点，然后大家重点练习就是要区分 b、p、b 这3个的区别，八、啪、拔，我再这样子竖着读一下好了，八、啪、拔，呗、拍、呗，哔、哔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区分这3个呢？这3个这个比较难区分啊，那个大家可以重点练习一下这个。好，那么这一次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那么下期预告：韵梅，o、e，董新妹，的、t、的、n、s、还有另外一个附加单元，真假浊音一啊，真假浊音，这个留到下一次讲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这一次就到这里结束。